等我為大家介紹蒸焗爐嘅使用方法及保養小貼士啊！蒸焗爐裝備多功能蒸焗模式，滿足你嘅烹飪需求。輕輕觸控不同烹煮模式嘅符號，選擇想要嘅烹飪程式，或是係自動程序入面進行設置，可以根據食材種類，跟隨預設步驟將食物烹調至理想效果。用家仲可以將自己嘅使用編號，喺用戶程序入面將其儲存為常用程序。首次啟用蒸焗爐嘅時候，必須要設定用水軟硬度，香港及澳門地區統一設為1度。使用蒸煮功能前，首先將水箱注入足量嘅自來水，之後再將食物放置喺蒸架上，選擇蒸汽烹調程式，調校至所需要嘅溫度，並設置蒸煮嘅時間，撳 OK 掣開始烹飪。用家可以使用蒸焗爐係30分鐘蒸煮2餸1飯。先將米飯送入底層蒸架蒸煮30分鐘，之後放入肉類蒸煮8分鐘，最後係頂層蒸架加入蔬菜蒸煮3分鐘。蒸焗爐可以將不同菜式同步蒸煮至熟透，30分鐘準備好2餸1飯，快捷又健康。使用低溫慢煮模式，可以減少食材，特別係優質嘅肉類係烹飪過程中蒸發嘅水分，而保留食材嘅原汁原味。如要使用控焗模式，請係使用該功能前預先進行加熱，調校所需溫度及時間。通過風扇加強模式，可以係短時間內快速對食材進行細火控焗。用家亦可以喺更多選項中選擇其他控焗模式。使用一般加熱模式，用於烘烤傳統食物；使用加強控焗模式，嚟實現食材底部焦脆而表面保持濕潤嘅控焗效果。使用底部加熱模式，實現隔水燉煮或係烤焗食物嘅底部。使用頂部加熱模式，則用於焗菜及控焗食物嘅表面。仲有完全燒烤模式，用於將大量嘅肉類燒烤至熟透；及節能燒烤模式，用於燒烤少量嘅食物等。仲有更多種烹飪模式供你選擇。使用食物探針插入食材中，能夠準確測量食物中心嘅溫度。當食物中心達到指定溫度，烘烤程序就會自動停止。喺組合模式中可以使用蒸焗同步功能，選擇組合模式加風扇加強。喺呢個模式下，可以通過精確控制蒸焗溫度及濕度而實現食材嘅最佳口感，能夠防止食物表面變乾，特別適用於製作麵包、酥皮等外酥裏嫩嘅食物。選擇組合模式加一般加熱，可以防止食材表面變乾及保持表面濕潤。選擇組合模式加燒烤，可以將食材表面烤至金黃色嘅同時保持肉質鮮嫩多汁。關於蒸焗爐嘅日常清潔護理，於更多選項中，選擇保養浸泡功能嚟去除頑固污垢；清洗後選擇烘乾功能，去除爐腔內殘餘水分；選擇沖洗功能，沖走食物殘渣。沖洗前，打開焗爐，將爐腔頂部嘅配件放低，便於清洗。亦可以定期使用除垢片嚟去除水垢。你亦都可以下載應用程式，喺電話上實現遠距操控、監察煮食狀態等功能，或者發掘更多煮食靈感啦。